主元2026年5月28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伫基督内面受建造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罗西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哥罗西书第2章，为着恁甲老底嘉人，以及所有还毋捌见着我的人，我爱恁知我偌仔年伫拍拼。我的目的是爱因的心受鼓励，用听三结连，通得到丰富的理解力，有充足的确信来晓悟上帝的奥秘，就是基督。上帝的智慧甲知识的一切宝贝，拢蕴藏伫伊内面。我安尼讲，是爱恁免互人用花言巧语，甲恁带入迷路。虽然我人无伫恁遐，心却甲恁做伙，我看见恁的生活规规矩矩，对基督的信心有坚定，感觉真欢喜。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，就着甲伊结连来生活，照恁所受的教示，伫伊内面定根受起造，信心得到坚固，充满感谢。着谨慎，毋通互人用空洞虚假的铁盒甲恁迷去，因为遐个学说是根据人的传说，甲支配宇宙的灵，毋是根据基督。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，踮伫看袂到的基督的形体内面，互恁甲伊结连成做完整。伊是元首，超越一切灵界的统领者甲掌权者，伫基督内面受建造。真侪基督徒记得家己信主受洗的日子，却未必清楚信主受洗了后爱安怎活出信仰。因掠做信仰就是决志信主迄一刻，却忽略信仰是需要不断向前行、持续受建造的人生旅程。保罗伫遮关心哥罗西的信徒是毋是真正伫基督内面徛在稳固，或是伫不知不觉中互带离基督。伊提醒因，既然接受基督耶稣做主，行事为人就爱踮基督内面定根成长，毋通随从虚妄的学说偏离基督。保罗一开始就迫切讲，为着恁甲老底嘉人，以及所有还毋捌见着我的人，我爱恁知我偌仔年伫拍拼。哥罗西书第2章第1节，这毋单单是肉体的奋斗，搁较是心灵的劳苦。保罗虽然无亲自去过哥罗西，却伫祈祷甲教导中为因的信仰尽力付出，为互信徒得安慰，会当伫听的中间彼此联系，伫悟性的顶面有充足的信心。真正的属灵建造是对内心坚固开始，较毋是外在活动的增加。哥罗西教会正面对假教师的诱惑，因宣称伫基督以外，还有更较高深的智慧、更较属灵的经验。但是保罗清楚宣告，基督毋是信仰的入门，是信仰的全部。搁直指建造信仰的核心，上帝智慧甲知识的一切宝贝，拢蕴藏伫伊内面。任何宣称伫基督之外，还需要加上什么的教导，落尾拢会动摇信徒的信仰根基。
因为安尼，保罗提醒信徒爱警醒，免得受花言巧语迷惑。伊的危险不在伫粗浅的错误，是在伫看似合理、听起来属灵的话。假教导往往毋是直接否认基督，是削弱基督宗教的地位。因为安尼，属灵信息毋是听到真济，而是会当分辨什么是真正下伫基督的真理。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，就着甲伊结连来生活。这毋是指单一的行为，是整个生活方式。踮基督内面受建造的生命，是伫伊内面有稳固的属灵根基，持续成长，不断更新，信心坚固，无对环境动摇，搁满有感谢的心。踮基督内面受建造，是内在定根、外在成长的生命状态。保罗严肃提醒信徒爱谨慎，恐惊有人用伊的铁盒和功夫的风喊话，就甲信徒掠去，互伊伫信仰上失去自由。假教导看起来提升人，实际上却互人受辖制。既若无掠基督做中心的信仰，落尾拢会互人失去属灵自由。信仰的安全感不在伫知捌偌济，属灵成熟不在伫经验偌深，是在伫是毋是真正定根踮基督内面。原来毋简单是孝顺家己信主偌济年，是一生拢踮基督内面受建造，直到生命完全显出伊的荣美。咱无需要伫基督以外去寻找满足，因为踮伫伊内面已经得到完全。默想，我的信仰根基是建立伫基督救赎的恩典顶面，还是建立踮经验甲感觉的顶面？我的属灵生命是毋是持续受建造？我的信仰根基是建立伫基督救赎的恩典顶面，或者是建立伫经验甲感觉的顶面？我的属灵生命是毋是持续受建造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予着我伫你内面定根受建造。求你保守我，无受虚假的学说迷惑，会当一生安安连结伫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